阿展發哥想出頭咧，又要再打啦，因為咧曼聯咧達唔成呢個5連勝啊，去到最後一關咧就斷纜，咁啊1-1逼和咗呢個韋斯咸。不過對阿展發哥嚟講都好嘅，即係如果係香港人嘅話，咁啊因為咧農曆年24咧要加價剪頭髮，咁可能要過咗農曆新年之後先再剪啦。咁啊都係講笑嘅啫。咁呢場波我覺得1-1係合理嘅，咁啊甚至乎曼聯咧好有機會輸，咁啊全靠石斯高咧最尾保持6分鐘嘅頭槌咧，先至可以逼和1-1啊，搶翻1分先至唔使輸波嘅啫。咁啊呢場波咧又係同一個11人嘅正選啦，咁啊同之前一樣啦。咁啊卡維克作客咧就帶領住球隊咧嚟到呢一場咧，就真係一個真正嘅考驗可以話，因為對住韋斯咸咧又係踢 low ball 啦，呢場波好明顯收晒落嚟韋斯咸，結果曼聯咧喺好節奏好慢之下咧，完全係冇咩機會嘅上半場，因為都係反映到咧真正曼聯要對咧就係最難對咧就係對呢啲下游球隊，你見對韋斯咸呢場波亦都係和波啦，好多時候都係對住啲下游嘅球隊失分，因為對方咧就會打呢個防反縮到好後咧，令到曼聯係冇機會，亦都係無從入手可以話。咁呢場波上半場咧，其實攻門唔多啦，咁即係正如上一次咧 The Athletic 都有講到啦，咁要點樣破呢啲 low block 咧？咁一定要靠啲罰球或者死球戰術。咁啊上半場最有機會入波咧就係嚟自蘇爾嗰腳，咁嚟自一個角球嘅，咁啊同安保姆即係上場入嗰個角球又相類似啊，都係有少少組織出到嚟，咁啊班奴開咗出嚟咧就俾呢個蘇爾撞射，不過就俾雲比沙卡咧護到空門。咁呢場波亦都係曼聯咧上半場幾乎係唯一嘅攻門嚟嘅。你見曼聯上半場嗰啲 expected goal 咧好低好低，0.23嘅啫。咁啊韋斯咸咪更加低0.05啊。咁基本上冇咩機會係森馬維嗰個波咧喺禁區外面嗰個波咧就係最有機會啦。咁啊但係俾拉文斯救咗出嚟。咁啊個別球員陣間再講啦，咁啊先講下啦，個入波就喺50分鐘，因為其實下半場咧，即係好早階段就係嗰球波，咁啊嚟自呢個蘇哲同埋阿保雲嘅合作啦，咁啊其實一個阿迪奧夫放個長波過嚟就打散咗，咁啊最終咧就係保雲就交個波去龍門口，就俾阿蘇哲快腳撞入，咁拉文斯咧就俾人射穿咗大細。咁球波其實好簡單，即係一下即係防反咁樣打落嚟咧，就人多對人少。咁最終咧就係曼聯嘅左閘就失手咗，我自己覺得嗰個位置。咁啊最終就俾人入咗波啦。咁一路咁都係冇咩反補啊。咁啊直至去到即係文路放俾卡斯米魯嗰球頭槌以為入咗啦。咁啊睇慢鏡都知衰噶啦，因為都係突出咗啦。咁啊卡斯米魯咧快過人哋沙加少少。咁啊，最終就食咗煲炸糊啦。咁啊，除咗嗰球波之外，其實都冇咩大機會。咁直至咧，即係跟住換阿石斯哥入嚟啦。咁啊，換走咗古牙，咁亦都換咗約納嚟。因為麥加亞上半場已經有啲傷，咁啊68、69分鐘其實即係一貫卡域克嘅作風啦，即係唔會50零分鐘換人或者半場換人，佢到60零70分鐘先換。呢場波已經做啦，因為見勢色都唔對啦，咁啊焗住要變陣啦，咁啊。麥佳亞我覺得佢係有啲傷而要換約羅入嚟嘅，咁啊換約羅而唔換其他，因為即係馬天尼斯係左腳啦，我覺得所以唔換阿希雲，因為希雲都係左腳，咁所以就係咁嘅調動啦。咁另外換咗石斯入嚟啦，換走咗古亞啦，咁啊有翻個正箭頭啦。咁啊對面都係加強嗰啲功力啦，換哥林威爾遜入嚟啊，臨尾都換阿大隻佬查我入嚟。咁曼聯第二個前鋒入嚟咧就係舒克斯嘅82分鐘，亦都係咧比較有威脅嗰下就嚟自佢嘅保時嘅。咁啊阿班奴斬個波埋嚟咧，嗰球波我以為入㗎，點知真係一個波位柱邊出界，都諗住輸啦。因為呢陣時咧其實韋斯咸做好多嘅反擊咧，可以炮製到第二個波就置曼於死地。咁啊但係最終係入唔到，咁最終去到保時6分鐘真係。我球迷奇遇記嘅可以話，即係深夜西波嚟講呢，始終咧都絕對唔犀啦，因為咧就係去到石斯高個球波都冇諗過入嘅，因為都係差唔多最後一擊啦，我冇斬埋去，咁結果佢真係咁掃把佢彈入咗，根本都係幾靚喎。咁啊保持6分鐘，亦都係即係10日之內第2次拯救球隊，上一次又對富咸啦，即係喺保時嘅時候就奠定勝局。呢場波亦都係為曼聯搶7分，即係不至於咧敗走呢個韋斯咸。咁但係攞1分嚟講咧，都係令到曼聯呢個4連勝斷纜，未能夠去到5連勝嘅。咁啊個別球員講下啦，第一個我就最想講就係達洛治嘅，
因為點解想講佢咧？其實呢場波啦，如果真係有睇直播嘅話，佢係真係好差嘅。我自己覺得，無論攻守方面，咁啊先講防守啦，mark 唔住森馬維，森馬維即係基本上有八達通都可以都得過啦。咁啊上半場嗰下咧，又係之前輸嗰啲波啦，就係俾佢推埋嚟大位射。咁嗰球波達洛治已經失咗位，好彩文奴同埋麥加嘅埋嚟爆，但係都阻止唔咗森馬維起腳。咁呢啲波咧就係俾即係起動慢啊，達洛治。咁呢下其一啦，其二就係進攻方面咧，見佢組織好流暢，有一球波交到上前場，達洛治一個直線好輕鬆，點知俾阿莫咧就大力咗，咁啊結果就出咗底線。咁啊下半場佢係慘嘅，有一球波開波初段咧，佢走到靚位 overlap 好靚，但係阿莫又唔交俾佢，所以其實曼聯咧喺個右邊方面咧，其實我覺得今場波斷晒纜，即係斷得好緊要。咁關達洛治係其中之一啦。咁另外就我唔知點解卡魯克唔換阿馬沙拉維入嚟。咁啊呢場波擺咗後備咧，完全冇出過。其實我覺得如果冇用馬沙會好啲，即係起碼個配合上同埋即係起碼交啲波咧就到腳咧係合理啲。咁啊達洛治係完全唔合格嘅。咁啊講完佢啦，右閘之後就講左閘啦。咁啊輸個球波就好關所意思嘅，因為嗰球波咧即係 The Athletic 咧就好詳細介紹，呢度都講一講先，就係源自佢去對波 mark 唔到保雲啦。因為保雲其實最有威脅就係佢，我覺得喺韋斯咸陣中咁。對唔到波，跟住咧飛鏟落蘇捷度，結果就失咗位，令到左邊穿咗窿。咁當然中場方面係有問題嘅防守，因為冇人跟到。首先斬個波上嚟，冇人對翻蘇捷個位啦。其次就係蘇捷再走入去嘅時候，文奴係冇跟落去嘅。咁呢個咧就係防守方面咧，即係中場方面係有啲問題嘅。咁但係蘇爾嗰個失位咧，亦都係間接導致呢個曼聯失守嘅原因嚟嘅。咁進攻方面啊，其實對方踢 low 波咧係幾弊下啊嘛，對於曼聯嚟講，因為冇人衝散條防線，即係無論安保姆啦、古亞啦，咁啊加上阿莫啦，都係無補於事。我自己覺得差係多控球嘅，特別係上半場啦，咁啊見馬天尼斯啊最多波點啊，因為佢 hold 住個波，跟住半場咧就壓住搬出嚟踢，但係咧去到啲三閘位咧、三閘線咧，你基本上都冇乜機會去創造到攻門啊，都冇講入波，攻門都冇。咁啊，事關咧，即係韋斯咸失晒啲人咧喺後防啦，對位對得好清楚嘅，咁啊冇乜甩漏嘅，咁所以其實曼聯係冇機會，咁所以都係喺外圍度踩嘅啫，咁亦都係曼聯感覺上有啲老鼠拉龜，咁其實即係如果卡布克就諗深一層咧，即係早啲換石屎高或者換舒亞斯落嚟踢多個箭頭，有人對住咧，或者走多啲位咧。去衝散個防線會好啲，咁啊下半場尾段就會好啲啦。咁呢場波好明顯咧，就對住韋斯咸完全冇曼虎嘅。咁換走古亞係令我比較意外嘅，因為我覺得阿默踢得更加曳喺右邊，因為完全轉晒。因為古亞你都可能佢有一兩腳神來之筆，但係阿默就冇。咁所以其實我呢一點我又唔好認同卡維克嘅。咁阿默踢足啦最後，咁啊古亞就俾換走啦，換咗個石斯高入嚟啦。好啦，咁跟住咧，即係卡維克變陣都變到都幾孤注一擲嘅，因為換埋阿舒克斯入嚟，即係諗住要搶翻一分啊嘛。咁啊將舒克斯同阿石斯高擺前面啊，咁啊換走咗古亞啦，安保冇踢有閘兩段時間換走咗達洛治，咁即係呢個都幾令我意外嘅。咁我就覺得咧，佢就因為想兩邊都有啲質跡，所以安保冇踢翻右邊啦，咁啊騰後一格，因為冇人踢啦嘛，已經嗰個位置。咁啊，另外就啱啱就踢咗左邊，所以兩邊都有側擊，咁亦都係最終靠安保姆嗰下側擊咧，就炮製到呢個保時嘅入波咧，就追成1-1嘅。咁啊，後邊即係後備方面咧就冇換到啦。咁啊，其實都差唔多，烏加迪呢場都唔敢擺佢落嚟，基本上係卡斯米都唔夠膽冇咗佢啊。咁呢場波，咁啊最終就1-1啦。咁啊斷咗纜嘅，咁但係我覺得。和波係幾合理嘅呢場波，咁啊韋斯咸啊更加慘啦。其實呢場波，因為佢哋係護級嘅水深火熱之中，呢場波其實如果佢哋贏咧會好啲嘅，相對上好啲啊。咁但係呢場咧又失咗2分啦，即係當佢失咗2分啦，咁就對佢哋護級形勢咧其實冇乜大幫助，我自己覺得。咁呢場波啦，你睇到啦，個 spread 都高咧，韋斯咸方面咧1.08啦，去到下半場表現好咗好多。雖然佢哋控球比較少啲，因為都係即係顯示咗啲防反嘅威力啊。咁即係除咗正選方面，其實約羅咧有2球波，我自己覺得個企位已經算好嘅，即係冇乜麥加亞之後啊。
咁但係咧佢又面對面又交失咗，又爭啲輸埋，咁即係好彩，即係嗰段時間咧，即係曼聯嘅防守唔係咁穩陣咧，都唔使即係失到第二球。如果唔係話咧，基本上冇乜翻身希望，亦都係一分咧都攞唔到嘅。咁啊，跟住就睇下個聯賽榜方面啦。咁啊，慶幸就係車路士又都和咗波啦，和咗列斯聯啊，領先2球之下都搞唔掂嘅。咁啊，最終2-2，咁亦都係曼聯咧得意就係保住呢個第4位置啊。咁另外啦，咁你睇到啦，原本可以追近維拉嘅，咁但係依家就失咗2分啦。咁啊追唔近維拉啦，咁啊落後咗維拉咧就2分嘅，咁啊仲要踢多1場。咁就逐場嚟啦。咁韋斯咸方面咧，頭先講啦，佢哋好慘嘅。咁因為如果呢場波贏嘅話，就26分。咁啊，雖然就踢多場，但係咧就追近咗森林就同分嘅。咁但係呢場波咧仍然落後2分，兼且踢多一場。咁所以嚟緊咧就仲有12場波俾佢哋去追嘅。咁已經算好好啦。咁啊，但係咧首先要就即係比之前啊，講緊即係呢個季初嘅時候好曳啊，韋斯咸咁呢陣子其實已經表現好好啦，都追近咗，咁但係就仍然排呢個18嘅位置。好啦，賽後咧就卡域克接受呢個 TNT 嘅訪問啦，咁啊亦都係曾經效力過韋斯咸啦，97至04年嘅球季當中啊，咁佢覺得 OK 嘅呢場波，咁但係咧就有些少嘅失望啦，就冇發揮出最好嘅表現啦，咁其實有少少沮喪嘅。不過咧作客嚟講咧就非常之艱辛，特別係我自己覺得就對住 low block 嘅球隊咧，真係真正考驗呢場波，即係同對住熱刺啊等等唔同，因為熱刺即係上場已經踢少一個啦嘛，咁有啲空位嘅，雖然佢哋就防守，咁但係呢場波韋斯咸咧，即係你見到佢個防守好緊密，亦都係冇乜機會可以即係俾曼聯咧可以滲透到入嚟。咁卡域克亦都提到啦，就製造咗唔少麻煩，但係覺得球員嘅狀態唔夠好啦。咁啊，但係要讚一班嘅球員咧，就係再次展現出嗰啲鬥志出嚟啦。咁搶到呢1分，咁去到比賽後段咧係好精彩嘅。咁亦都係講啊，石屎高啦，入咗好關鍵嘅球咧，就攞咗1分啦。咁啊會繼續 move on 嘅，咁亦都係會正面啦。咁其實有啲嘢需要去從中學習，吸取下啲教訓嘅。咁希望佢知道，如果踢 low block 嘅時候，可能擺2個前鋒嚟話，甚至乎即係踢進取啲，會唔會好啲咧？咁而唔係踢無鋒陣咧，因為你有翻個前鋒喺度對住人哋咧，其實會好啲嘅。咁佢亦都係提到啦，即係之前係效力過韋斯咸咧，都係喺呢度成長啦。所以其實對於佢嚟講咧，就係韋斯咸係生命中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組成部分嚟嘅。佢喺呢度長大，留低咗好多美好嘅回憶，亦都係希望咧，即係韋斯咸可以咧就護級成功嘅。咁呢度仲有10幾場去俾韋斯咸去追啦。咁另外咧就石屎高咧亦都係接受咗訪問啦，咁都係感覺都百感交集㗎啦。咁啊對自己表現就 OK 啦，但係和波就唔好滿意。咁啊佢就話應該贏，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嘅。咁當然佢又覺得值得贏波啦，隻球隊。咁啊有啲唔好彩啦。咁啊包括咗蘇爾嗰個波啦、卡斯美魯嗰個罩護啦等等啦。咁啊對於佢哋嚟講一場好艱辛嘅比賽啦。咁啊對方嘅反擊好危險嘅。咁但係球隊咧就係即係遇到好逆境嘅時候咧，都會團結一致，咁繼續前進啦。咁啊希望可以即係保持住啦。好啦，賽後啲 Athletics 咧就2個嘅焦點人物啦，一個石屎高啦，一個就係蘇爾啦，都係頭先我所講噶啦。咁啊石屎高啦特別提到即係後備上陣。咁呢度呢個記者咧就好奇怪，卡域克點解唔擺佢正選啊？因為佢就覺得即係如果你對方踢 low block 嘅話咧，佢應該石屎高係有機會可以踢個正選俾佢試下嘅。咁但係呢場波亦都係後備，但係都係10日之內咧第2次靠佢後備入波啦。咁96分鐘啊，咁啊呢球波亦都係即係我覺得絕無僅有嘅機會嚟。呢球波基本上，因為如果日真係會睇直播咧，其實曼聯都諗住完全冇氣去追啦。首先即係一失咗波之後，進攻方面冇咩板斧，真係8雞一站去到尾嘅時候，咁啊結果就石屎高把咗呢個機會啦。咁啊之前石屎高曼市打邊冇機會上陣啦，咁啊卡域克都有安撫過去啦。咁呢場波亦都係靠佢嘅，即係卡域克先至可以喺呢個在任主教練期間保持不敗嘅啫。咁佢啲射術就毋庸置疑，但係即係正如上場咧，即係對住熱刺咧，其實喺補時最後階段嗰個波啦，即係搬龍斬俾佢咧，佢頭槌就咁掂咗佢咧，而唔係好冷靜咁落嚟咧。呢啲係佢要去慢慢去吸取嗰個經驗。咁啊，嗰場波賽後搬龍都有
即係睇翻佢啦。咁其實要冷靜啲啦。如果你作為一個超級頂級射手嚟講，呢啲波要實食無施壓，同埋你要預判到究竟你身邊有啲咩人，你有啲咩嘅機會。咁呢啲就即係真係要慢慢去進步啦。可以話你唔係個個都好似雲尼斯亞來嗰啲咁有把握能力啊，係嘛？即係知道嗰啲入緊嘅幾乎係100%入嘅。咁佢就即係仲係22歲啫，咁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嘅。咁啊，再入波咧，希望佢再即係建立翻個信心啊。咁呢度就講啦，即係對住 low ball 嘅球隊咧，就究竟要點處理啦？咁其實佢哋又解釋翻啦。咁啊呢篇稿咧就係講，即係之前對富咸咧，其實又唔係好縮得好厚，因為富咸嘅控球咧比較多啲，其實佢哋都比較採取主動嘅。對住熱刺就因為咧就亦都係作為參考價值咧就唔算太大嘅，因為咧對方咧好早就即係羅美路就出咗場就踢少個，咁所以其實佢都縮得好厚。咁呢場波就真正嘅反映到出嚟啦。咁啊上半場曼聯佢 expected 得高就0.23嘅啫，咁所以其實咧係好少嘅。咁啊唯一呢個機會就係嚟自呢個啦，搬到斬呢個角球就俾蘇爾射咧，就係靠呢啲咁嘅死球戰術咧，先有啲機會可以創造咗出嚟。咁但係呢球波真係雲比沙加真係好嘢啦，唯有可以講咁樣都可以頂翻住。其實蘇爾球波都入緊噶啦。咁啊結果上半場就冇乜機會之下，呢個係最有大機會就入到波啦。咁啊，另外下半場咧，又係嚟自啲咁斬波埋去咧，就係個球炸糊啦，文度斬嚟卡比斯美路。咁啊，睇呢個環境已經知道突出咗啦，即係冇得拗啊。咁啊，結果就俾人吹翻轉頭啦。咁啊，跟住就講到就係蘇爾啦，第25場啊，連續第25場啊，今季就正選上陣。咁都冇咩好選擇啦，左邊係嘛？即係達洛治踢過左邊又唔得，馬沙又之前去非洲國家杯，咁啊馬拉斯亞等等都係唔係好得嘅。咁啊新加盟嘅利安咧，亦都係冇啊，即係冇擺過落嚟咁滯咧。咁所以其實都冇咩好嘅選擇。咁呢球波就係源自呢球波啦，迪奧夫斬埋嚟嘅時候，首先蘇爾去對波對保雲啦。咁啊，結果就頂輸咗，保雲就可以回個波後面俾阿蘇哲嘅。咁其實呢度咧，成紮中場已經係甩晒位嘅。其實文路或者卡斯姆起碼有一個喺度。你見到韋斯咸嗰啲反擊，一個過頭波後面曼聯得3個人喺度。咁啊，韋斯咸其實基本上人多對人少。咁呢度其實已經起碼，如果佢蘇爾再冷靜啲要 delay 啦。咁我當然馬後炮咁講啦。咁但係其實佢有2個犯錯，如果佢犯錯少一個咧，個左閘咧唔會穿得咁勁。咁結果佢呢度就選擇係飛鏟啦，蘇哲。咁其實佢如果佢遮線咧，佢可能蘇哲要 delay，俾人 delay 啫，就要回翻後。咁結果咧，佢選擇飛鏟就個波就去咗保雲度。咁啊結果咧，就最後咧，保雲可以落到底線，好鬆容睇定，但係見到蘇哲走埋嚟接位，佢先俾落去。咁當然呢個亦都係中場嘅問題，你見到係嘛？即係蘇哲係去呢個位置咁空攞到波，都冇人去跟翻住佢嘅。其實曼聯亦都係呢段，即係去到禁區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人多對人少。咁啊，最終都係俾人入咗波。咁呢球就要，我覺得慢慢，我覺得卡利克咧都會即係翻去會檢討下呢球波，即係點解會失嘅。咁啊，嚟緊曼聯就作客愛華頓啦。咁就我哋重新嚟過啦，要重新起個標啦。咁因為咧剪髮哥咧。就好陰功地咧，要繼續留長頭髮超過1年啦。咁啊，我覺得對於佢嚟講都係好嘅，因為可以再儲下啲 followers 啊嘛。咁啊，依家已經過咗 1.3M 啦。之前就啱啱過咗100萬啊嘛。咁啊，越嚟越多人 follow 佢，睇下結果頭髮可以留到幾長啦。咁啊，頭先講過啦。咁啊，都係過年啊嘛。咁啊，可能會相繼咧。咁啊，遲啲先再慢慢嚟過啦。咁即係睇翻呢個2月嚟講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睇開嗰啲片，我已經講過，其實本身即係阿仙奴啊、曼城呢一段日子對呢幾隊球隊，我覺得冇乜機會可以5連勝。但係呢5場咧，其實係已經係超出我預期嘅。咁最終咧就阿展發哥又要繼續留長頭髮啦。咁其實佢都好嘅，佢話如果呢場波5連勝嘅話，佢剪咗頭髮會捐去啲慈善機構俾啲小朋友嘅。咁要重新起個標啦，都冇辦法啦。咁呢場波事實上真係踢得唔係咁好嘅，我覺得曼聯方面，咁亦都係即係抵曼聯咧就即係攞唔到3分嘅。咁我覺得係好，我覺得幾合理嘅呢場波入邊啦。咁啊唔知大家點樣睇啦？咁啊嚟緊就頭先講過啦，就下場對愛華頓啦，又係深夜波嚟，已經去到2月尾嘅時候啦。
咁跟住咧就踏入3月咧就開始就有翻主場啦，去對水晶宮啦，咁啊跟住作客紐卡素啦，咁啊跟住對維拉啦、般尼茅夫啊、列斯聯等等啦，去到4月嘅時候，呢段期間咧，唔知有冇機會就創造咗另一個5連勝啦，咁啊又要逐場逐嚟過啦，咁對手我感覺上唔算係太強嘅，因為去到之後先對車仔啊、雙紅會啊，咁啊去到5月嘅時候咧，呢啲就係爭取歐聯資格最關鍵嘅日子啊！咁當然喺呢個2月尾去到3月期間咧，都係要 keep 住啦，希望卡比卡可以諗到辦法咧，點樣對住啲 low ball 球隊咧就會踢得好啲啦。咁今集就暫時講咗咁多先啦，咁我哋下次再講過啦，拜拜。